来看屏东的九如最近是推出一款新的果子，叫做椰荠。这外表看起来呢是淡薄仔亲像椰子，也毋过其实切开了后，内底是亲像荠仔同款，也毋过食起来佫亲像是香瓜。农民是表示讲，这款新的品种呢是开5档的时间，总算是试种成功啊，而且一档四季拢会使种。 皮小块黄黄，看起来像细粒椰子。这是屏东九如农民开5年的时间试种成功的椰荠。农友表示，椰荠大约要种3、4档才会结果。今年试种成功，一年透当拢有产量，而且结果几率足悬。只要看到边仔黄就会当慢啦，因为是有机种植，椰荠拢爱套袋仔保护，避免砭仔去食。还第一摆种啊，今年第一遍有收成，因为还不太了解，伊讲伊当时会当迄个，所以。 第一批拢落果，拢就上大粒的拢落果去。1年4季啊都在开花结果，但是它挂果时间也相当的长，将近有10个月以上哦，所以这个品质会比较好吃，它的内容物非常的多。 切开的果子肉是金黄色，看起来像荠仔，佮像金瓜，食起来口感像梅朗。果子肉真甜，纤维佮济，试食的民众拢讲袂歹，因为这拄啊试种成功，目前产量无济，农会用预定的方式，想要食看卖的民众会使提早订。没有吃过，有点像柿子，还不错，很好吃。可是就是它的丝。 是比较纤维比较多，纤维比较多一点。农会总干事表示，椰荠一年透当拢会使收，会当分散种植的风险。若遇到风台、大水雨，后一季嘛会继续开花，算是高产量的作物，真适合屏东九如的气候。记者柯永哲，屏东报道。